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月1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新北市大丰国小毕业旅行，昨昏食到了后，有学生老师吐糟饭，加将106个人送病院。高雄凤山一栋透天厝，今日透早火烧厝，造成3个人死亡，一个火怪囡仔重伤。今日国内新增加一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另外对今日开始，居家检疫爱1人1户。先开始，咱赶紧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伫今仔日宣布讲，咱国内新增加一个大病入境的案例，是一个印尼的渔工无镜头。另外对今仔日开始，要加强边境的管控，除了爱加3天内体检阴性的报告，居家检疫即嘛是规定爱1人1户。新的规定实施的头一天，咱来看桃园机场的状况。个人回国居家检疫实施1人1户第一天，透早自美国返来的班机，以基本时间为准，也阁无算正式开始实施的时间。有旅客家己找大所在隔离，也毋过也有旅客认为要做到1人1户真困难。家里刚好有1人1户的那个条件，所以就对我还好。是没有办法，因为你1人1户，然后家又不能有家人，那很难啊，除非家里一定要有一间，还有一间是空的。因为国际疫情再升悬，指挥中心决定再加强边境防疫管控。15开始，个人回国，除了本来爱检汇登记前3天来检验报告，若是无带防疫旅馆要居家检疫的人，就要签切结书，确定1人1户。同行的人会当带做伙，也毋过非居家检疫的人不应该带做伙。为了那个疫情嘛，还是会比较不方便啊。但是啊，总不能就是把危险带回来吧，对吧？因为我们2个是同在一起工作的，同在一起工作就对了。对。那你房间都已经订好了吗？居家的，我们居家的。啊？我们1人1户居家的。这个没有什么差。所以你本来就是会住那个防疫。对啊，因为在国外也都是这样子做比较多啊，在大陆，所以都是没有什么差。第一帮自中国返来台湾的厦门航空，本来有部是186人，也无实际返来差不多有50几人。个人也拢清楚新的规定，厝内有空厝的人拢1人1户，无空厝的就带防疫旅馆。指挥中心希望用1人1户的新制度，加强居家检疫，建立社区防疫的防线。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产的预防车，3间药厂即马敢若高端进入第2期的临床试验，国共生技、联亚生技也搁咧补文件。国家卫生研究院是表示讲，对预防车的研发真乐观，上紧伫今年6月份，咱国产的预防车就当申请紧急授权。为了阻挡新冠肺炎的传播，台湾除了甲外国买新冠肺炎的疫苗以外，嘛积极辅导国产疫苗的研发。不过，目前国共生技、高端、联亚生技等3间疫苗厂，敢若有高端顺利进入第2期人体临床试验，后续还佫经过3000个健康受试者的测试，看疫苗的安全性也佫有效性。这3000个 case 里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看这个施打的对象是不是可以在体内诱发足够的综合性的保护抗体。郭文仪表示，因为台湾毋是新冠病毒高感染的地区，因为安尼，疫情指挥中心已经成立一个技术支援的平台，由郭文仪等的学术单位来协助，收集国内200多个确诊患者血的检体，还有恢复期产生的中和抗体，来做第3期临床试验统一比对的标准。按照今年6月份，国产疫苗就会当申请紧急使用授权。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抗体的综合性抗体的这个效价的分析。那有了这些数据以后，或许预估在今年的年中以后是可以申请。郭文仪强调讲，为真侪文献资料显示，新冠肺炎真有可能会流感化，甚至每1年拢爱注疫苗才会当来预防。因为安尼，政府爱甲台湾生技产业斗3工，提升生产疫苗的能量，才有法度来应付疫情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一个4号的军官，去年11月份返来台湾，却违反居家检疫，出门去买早顿，搁去踅中古车行，罚款100万。有一间厝4台车，毋是无在调，毋过却拢无爱纳罚金，全防学者出境甲出海，昨下晡以100万纳好势啊，才防解除限制。
阁有居家检疫者伫隔离的期间乌白拍走。高雄一个53岁姓何的军员，伫居家检疫的期间，为去年11月11开始，连续5天有出门。照理说应该要居家检疫14天，可是他在隔天就开始到处趴走，去买早餐、饮料、便当，还有去看中古车，甚至去医院拿处方签，还有去加油站加油。姓何的男性还佫调工外炸手机啊，就是要闪开电子位列啊，去互高雄市卫生局罚100万。因为伫期限内无6号清，所以移送高雄分署来执行。经过调查，伊的名下有1间厝、4台车，还佫有几张保单。到案说明的时候就说他没有工作，整个过程就是他入境之后就已经离开公司了，名下也没有财产。他表示说他没有能力缴纳。可是当我们提示所有的证据给他看之后，他才又改口说他的房子是他妈妈的，那工作是最近找到的。等于是说，他全程过程中都是在说谎。高雄分署虽寄出限制出境，还佫有出海禁令，因为姓何的男性爱伫咧船顶做工课，因为安尼才伫咧14下晡，甲罚款拢6号清。高雄市卫生局指出，姓何的男性因为伫咧居家检疫的期间逃走出去，毋是确诊的个案，嘛无发病，目前暂时无需要科类接触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凤山一栋透天厝，今仔日透早4点外火烧厝，30多岁嫁来台湾的新住民手抱火外查某囝，伫3楼的阳台化救命，伊要跳起消防梯的时不幸摔落来，火灾造成3个人死亡，一个火外的查某囡仔即马重伤昏迷，也伫抢救。妈妈抱着1岁左右的红婴仔，徛伫3楼的露台伫化救人，但下一秒妈妈敢若袂堪要遮尔大的火势，想要爬起哩消防人员设的梯仔煞落落来。15号半暝4点外，高雄凤山5甲1路一间透天发生火灾，住伫附近的民众看到浓烟冲出来，赶紧通报消防局。消防队在用那个水幕在压制那个火势，烟闷烧以后，整个玻璃2楼的玻璃破碎，因为起火点应该是在2楼。那玻璃破裂以后，整个玻璃碎掉，氧气一灌进去，火势就很大。消防人员分别对2楼甲3楼的下间仔露台找到厝主的妈妈、太太甲2个查某囝，其中厝主70岁的妈妈甲10岁的查某囝送医了后不治，太太因为抱着1岁的查某囝对露台摔落来，抢救了后嘛不治，剩1岁的查某囝重伤昏迷，透早倒伫病院伫抢救。凌晨大家可能都在睡眠当中，可能发现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了，甚至还有民众跑到我们前面的分队去报案，所以表示说这个可能这个燃烧的时间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他疑似起火的位置是在2楼的房间呐，起火的位置对。对啊，至于它是怎么样引起这个部分，我们已经采集相关的一个基证，然后要去做一个鉴定。根据消防队的了解，这间透天的客厅甲灶骹拢是木造的装潢，嘛有用于导火的物件，互火势无法度收煞，嘛造成3个人死亡，一个红婴仔重伤的悲剧。厝主因为外出办代志，所以逃过一劫。详细起火原因，都要等火调人员厘清。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来关心新北市大丰国小3天2暝的毕业旅行，昨伫台南食到了后，昨下晡陆续有学生囡仔讲身体无爽快，吐、歹腹肚、扁腹、走腹，计共有106个人送上病院，加载拢无大碍，已经陆续出院。即马只剩一个学生囡仔也伫住院，家己市卫生局当地调查原因。学生看起来真忝，就来摕一个塑胶袋一直吐。14号新北市大丰国小的学生出现吐甲腹肚痛的症状，做伙老师讲，这是3天2暗毕业旅行第2天，你是伫台南的水道博物馆耍耍了，就学生身体无爽快。那因为天气早上是很冷，那中午的时候又很热，那下午的时候又很冷，那有部分小朋友他要去买冰跟一些凉水来喝。那因为我们回程的路上又是在有一点是山路，所以小朋友就发生呕吐的现象。学生送嘉义市圣马尔定病院治疗，医生讲有可能是病毒感染了，佮互相传染。有的就比较严重一点，吐拉有10几次，吐拉比较厉害。有的症状比较轻，这样吃的都不太一样，就比较像是属于那种病毒互相传染之间的诺罗病毒，还是其他的病毒。嘉义市卫生局接到通报，派人去采集检体，送疾管署实验室检验，查清楚病源。目
前依照疾病管制署的规定，可能我们卫生局或者是医院这边会协助裁剪小朋友的检体，然后送到疾管署的实验室去进行检验，确定到底是细菌性病原还是病毒性病原所导致小朋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卫生局提醒，校外教学的时阵，应该尽量避免青也有冷的这款高风险的食物。总共有106位大人甲学生送病院治疗，好加在拢无大碍已经出院，也阁剩1位学生留伫咧病院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后个月就是旧历过年，当年的过年进前采买年货，年货大家是闹热滚滚。今年受疫情影响，新北市是头一个宣布讲要取消年货大街，爱民众家己去菜市啊，徛喺附近买就好，避免人阵造成感染的风险。其实新北市原本就没有所谓的办年货大街的活动，新北市所有在过年的相关的活动都以小型的活动、中小规模实名制来办，所以有一些的摊位都会并百货公司里面来做好防疫的准备。那台北市上届出名的迪化街年货大街的照常，伫1月28要起股，也毋过禁止试食。有业者就无奈表示讲，采买年货上届主要的特色就是试食。那台中市的台中市长罗秀燕即马是表示讲，因配合中央的防疫政策，有相关要停办啊，毋过若是要照常，就要先提出防疫计划。讲到疫情，伫即个月11日，坐华航包机对关岛返来台湾的一个73岁欧吉桑，昨向法警讲，伊死伫居家检疫所，因为伊入境的时体检是阴性的，身体好势好势，为什么会雄雄过身？当地调查原因。这个月11日，有47位旅客坐华航的人道医疗包机返来台湾。除了5位人是需要就医的关岛的病人，其他旅客是家己坐防疫计程车登记出的，或者是到防疫旅馆做14天的居家检疫。无想到讲，14天团讲有1位伫咧居家检疫的73岁民众死亡。1月14号的时候，经由电话关怀时没有接到回应，所以公所协同相关的人员到宅访问关心，那发现该民众倒卧在厨房阳台，那经由这个消防队急救送医后无心跳，那目前呢是已经通报检察官进行相验。这个大部人伫入境时阵有照规定，伫当地检验新冠肺炎阴性才能入境。指挥中心讲，死亡原因要等检验结果出来才当确定。指挥中心大概就是等送验的结果，他有没有决定要送验啊？那我们就检验而已。那死因的研判还是要请调子这边来做研判。另外，自今仔日开始，防疫搁再升级，除了非本国籍人士暂缓入境以外，若是本国籍人士入境居家检疫，也要遵守1人1户的规定。当来民众居家隔离14天，限定1人1户，若搁加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要登记厝的过年就要提早返来。本来伫1月中、1月底会有真侪人会返来过年，估计上侪时阵会有5万多人。这么因为居家检疫变得较严格，防疫旅馆也无够，国家来回的隔离期恐惊又长，真侪台商归期伫咧大陆过年。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再加上政府一个泡泡浴的政策没办法去配套执行，所以我决定不回台湾过年。因为中国的疫情阁升悬，河北每天的病例数增加真多，封锁程度甲去年的武汉差不多。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针对台商团体希望给春节泡泡加台商泡泡，目前拢无考虑，也和今年返来台湾过年的路更加困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今日翻点过半暝啊点外，印尼发生规模6.2的大地震，目前已经知影造成7个人死亡，超过600个人受伤。那灾区目前正在抢救。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当地时间15翻点半暝啊点外发生规模6.2的大地震，深度敢若10公里尔尔。根据统计，目前即马有7个人过身，600多人受伤，面体、饭店拢倒去，有人掉伫土石堆内底。地震嘛引起崩山，有的所在交通甲电拢断去啊，大约有2000人撤离，即马互安置，灾区目前正在救人。
咱来关心疫情，法国宣布讲，对1月16明仔开始要宵禁，上无会宵禁15天。法国目前死亡人数是要活7万人，因为变种病毒加较高传，所以南美洲真侪国家为着要讨解病疫压力，哥伦比亚、智利嘛拢已经宣布宵禁，也是要封锁。那中东的黎巴嫩嘛宣布要实施宵禁，加强11天。为了要防止疫情扩大，法国宣布伫礼拜6、16开始实施宵禁，至少15天。 Nous restons sur un plateau élevé, avec une moyenne hebdomadaire qui fluctue autour de 16 000 contaminations par jour. La pression sur nos hôpitaux reste également à peu près stable, mais se situe elle aussi à un niveau élevé. À compter de lundi, tous les voyageurs qui souhaitent venir en France en provenance d'un pays extérieur à l'Union européenne, quel qu'il soit, devront effectuer un test avant de partir. Et il faudra présenter un test négatif pour embarquer dans un avion ou un bateau. Alors j'attends, je l'espère, plutôt un couvre-feu à 18h qu'un reconfinement. Parce qu'après 2 confinements qui étaient un peu compliqués, surtout pour les étudiants. 除了法国以外，目前欧洲包括匈牙利、拉脱维亚、意大利加比利时拢有实施宵禁。荷兰也考虑用宵禁来阻止病毒扩大，因为变种病毒传播力更加强，尤其伫最近拄则出现来自巴西的新病毒株。英国宣布南美洲、葡萄牙等10几个国家的旅客禁止入境，其中智利、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拢伫咧名单内面。 已经部分封锁的智利、中部大城康塞普松，也个出动警察严格执行。南美洲国家死亡人数第3高的哥伦比亚，为了要减轻病的压力，全境5000万人口内面有2/3会有5天的防疫限制。玻利维亚自从去年底连续假期了后，医疗体系因为病人增加，强要放解。今年61岁前总统莫拉里斯也宣布确诊。Está muy bien, está muy estable de salud después que se haya confirmado oficialmente. 中东国家黎巴嫩的卫生部长哈山也感染，黎巴嫩宣布全国开始11天的封锁，这也是疫情以来民众第一遍被要求，伫咧紧急需求必须外出的时阵，要提出证明，譬如讲去面包店、药房、看医生，或者是去病院、机场这块，每一遍拢限时1点钟。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来关心，为着要阻挡变种病毒，英国也宣布讲要禁止巴西甲南美洲的国家来的旅客入境，因为日本是大先发现有巴西来的变种病毒，这甲英国甲南非的变种病毒拢无同，而且即马有新的研究嘛显示讲，巴西这款新的变种病毒同款高传。伫咧英格兰大曼彻斯特的城市奥德姆，有一寡车排队驶入去布棚做有风车。 英国首相强生伫13讲会加速替几落百万上弱势族群做有风车。除了这种得来速，也有几落百间诊所、药房，也有伫咧会展中心、运动场馆所设置的50个大规模的注射中心，223间病院也伫咧做。英国伫咧全欧洲确诊死亡人数排第1，因为最近刚出现巴西变种病毒，所以宣布入境禁令。 Well, we know there's a mutant version of the virus, and so we're going to ban, I'm afraid, flights from Brazil, South America, Portugal, which is a route that's often used through from that location, from 4 a.m. tomorrow morning. We've now put 3 million jabs into the arms of the most vulnerable, older community. We don't want to trip up at this late stage. 巴西研究机构发现，这种变种病毒正可能传染力更加强。 甲之前发现的英国甲南非的变种病毒正同。 Participei hoje de uma reunião da OMS, onde justamente esse era dos pontos de discussão. Até o momento, não existe nenhuma evidência de que nenhuma dessas linhagens prejudicaria. 因也发现，这个月初伫日本有自巴西登去日本的旅客发现全新的变种病毒，甲伫亚马逊地区伫咧传染的病毒有同款的变异。 是也未公开的新变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那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派专家去中国武汉要调查病毒的源头，也毋过内底有2个专家抗体体检是阳性，目前放留伫新加坡。另外，即阵变种病毒愈来愈侪款，预防射敢阁有效，即嘛引起讨论。
疫情发生到今已经要1冬，世界卫生组织10时表示，世卫专家的代表团已经到中国的武汉市，要调查疫情的起源，预计进行2礼拜隔离检疫。不过世卫推文嘛随个指出，就算代表团的成员伫新加坡接受病毒核酸检测 PCR 拢是阴性，不过其中2个专家的抗体检测却是阳性反应，所以暂时放留伫新加坡，无法度入境中国，会搁一个接受 IgM 甲 IgG 2种抗体检测。I think we start in Wuhan because this is where the first cases were detected. We will look into epidemiological data. We will look into evidence that have been already collected by Chinese counterparts. And we will define what else needs to be done in the future. 最近小连续出现无同的变种病毒，引起疫苗监视也佫有效力的记录。这边一份上新的研究指出，辉瑞 BNT 疫苗针对高传染力的英国甲南非变种病毒株，哪像也佫有保护力。What we need to do now is study the immune response in individuals who are infected with these variants to absolutely confirm that the antibody responses are similar and that the current vaccines, both the Pfizer-BioNTech and the AstraZeneca-Oxford vaccines, will be effective, at least against the UK variant. 辉瑞的研究发现，因的疫苗针对15种潜在的变种病毒株拢有效，不过无包括南非变种病毒当中的E484K突变病毒，还有巴西的变种病毒。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今日去台南陆军第8军团巡视，冒分加菜金。陆军54工兵群普通时是负责防灾甲救灾的任务，地动的救灾、重建，因拢有咧斗相共。各个能够提升我们工兵部队能量及救援能量的操演。那同时，我们也会秉持着救灾视同作战的原则，持续精进灾害防救的训练准备，以发挥工兵部队的专业专长。最近南部咧欠水，因有展示净水装备车，会当把垃圾水变清气，就会使直接啉。一天芳20点钟，一天会使提供1万人清气的用水。另外，地动的时找找民众救难，也个风台来的时协助民众，因拢有出力。总统蔡英文后一站是要去陆军的飞行训练指挥部，看阿帕奇伫升机，嘛会分加菜金。再来关心国产猪肉的状况，农委会甲中央畜产会有做伙推出经过较严格审查的台湾猪的标章，也毋过问题了了。有点头用进口猪转防取消标章，有的是签设计书，也毋过设计书竟然是照业者的需求。针对这个乱象，农委会即马宣布讲，这标章本标章审核的工作要收转来家己做。从即日起，我们原本委请中央畜产会所办理的台湾猪标章的申请管理作业，改由农委会来办理。台湾猪的标章申请甲核发未少乱象，农委会决定收单家己办，主要是出现未少店同时使用国产猪甲进口猪，结果搭上标章方发现无完全符合，方一期后来标章方收回取消。农委会今仔清楚宣示，台湾猪标章一律爱使用国产猪，只有一项原料是例外。我们唯一的例外就是肠衣的部分，我们是全店必须要使用台湾猪，我们才会核发台湾猪标章。传出一定提出台湾猪标章，更要求退落来家乐福表示，因为通路无可能全部拢卖国产猪，所以早就已经取消申请，嘛甲标章行转去，嘛认为即马若无即个标章，应该是无伤大影响。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影响都真的还好。即使现在目前没有在使用这个标章，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会既定对消费者沟通，我们是使用台湾猪。标章该由官方来办，另外一个原因是出自业者进前申请必须要签设计书。原始的版本本来是主原料为国内饲的猪仔，后来煞出现加上刀这个版本，嘛就是刀为国内饲的猪仔。北美媒体报道这是畜产会家己决定的，农委会嘛表示唔知影。会再开记者会中心使用原本的版本，嘛承认因为外界产生一寡疑虑，所以决定要精进管理的作业，会搁盘点甲检讨各种的状况。记者林桂俊林台北报道。
来关心中央警察大学再去举行校长的交接典礼。新的校长是自本地新北市做警察局长的陈德文。因为警察大学换校长换人，所以警政署嘛有调动47个高阶警官，6都内底有3个警察局长拢换人做。在内政部长徐国勇的感召下，中央警察大学校长完成交接仪式。因为卸任校长李文明届龄退休，由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长陈德文升任，这是警政署长以外唯一3科室的职务。也因为陈德文升任警大校长，警政署同步公布47个高阶警官的变动名单，6都当中有3个警察局长换人，尤其是台南市警察局长詹永武，才多上任半年就调任，该由警政署主任秘书彭香玲接任，因为伊捌伫太阳花学运期间引起劳会冲突的争论，真受外界质疑。也许有一些争议，但是我们想往前看哈，那希望说他到台南能够把台南的治安各方面能够把它维持好、做好，包括交通的顺畅，那这一部分我想我们就让他来努力表现。同款上任半年的高雄市警察局长刘碧龙是刚入去监察院调查公电会前委员长，就木琴的案件，互人调回警政署做副署长。局长由刑事局长黄明昭接任，只是高雄市警察局长为李永贵到刘碧龙，搁到黄明昭，半年来2遍调动，拢是伫高雄市议会开议期间，互高雄市议会议长詹丽燕有淡薄不满，认为已经造成议员监督治安，也加审查警政预算的困扰。警察的调动它有个基本上的一个时间表，它长期都是一个惯例，除非有比较特殊会稍微延后，那一般都是在1月16、7月16，所以这是这么多年来的这个状况都是这样子。除了警大校长15交接，警政署高阶警官伫16号到任，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伫今年7月届龄退休，也有可能会影响后一届重要警职的变动。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因为所谓身份证自安引起疑虑，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宣布讲要慢车推动。政务委员邓宏今日嘛表示讲，慢车推动毋是停落来脚步，是要甲法律甲治安各方面拢先做好集中。所谓身份证 EID 因为治安等等的问题引起各界有疑虑，行政院长苏贞昌顶一日同意将慢推动。针对这件代志，行政院政委邓宏15指出，将慢毋是甲脚步停落来，也是有在推动 EID 各方面的整备工作。暂缓的意思，就像苏院长已经说的，是由我们的行政院的资安长沈荣金沈副院长来进行，不管是法制方面，或者是资安方面，或者是服务体验方面等等的全面的这个整备。所以目前副院长也带领我们在全力的整备当中。为着让民众更加了解 EID， 邓宏捌甲内政部长徐国勇开直播，强调讲政府未掌控民众的所谓卡价，毋过也是有反弹的声音。不离个邓宏认为讲，伫咧疫情之下，民众体验到更较侪精品化健保卡的功能，同款的经验买当应用伫咧 EID。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健保快易通还有健康存折的使用率就提高了10倍也不止所以当然是大家对这方面的想法以及对数位身份证件的期待都因为这1年的体验的关系，一定是有这个提升了。针对行政院要推动组织改造，设所谓发电部，毋过修法的进度延前。邓宏讲，行政院会伫立法院新会期送出相关法案，互立委来进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开始，阁有强烈大陆冷气团会到位。今年正月天气较寒，影响民众关会意愿。目前花的库存量无够价，呼吁民众有才调、身体勇健，会当去关会做爱心。血库缺血，欢迎捐血。伫跨年了连续2遍寒流，影响民众关会的意愿，造成会库的库存量无够。其中 O 型、A 型甲 AB 型库存量拢无够4天。B 型库存量也只敢若4天到7天有偏低。伫这几天天气有回升，不过又搁要变天工作人员正担心关会的人会变少。伫咧罗的宣导，希望大家来关会。在哪边看到缺血的资讯？就是网络上都会有，然后刚好考完试就来捐血。这样的一个气候也会导致我们感冒的民众会增加。那换句话讲，就是能够符合我们捐血条件的一个目标族群就会变少。台大边也打出内部的广告，讲因为会库的供应量低，会减少非激动症的捐血，也希望依赖同仁大家来关会。气象局讲，
拜五的日时，各地温度虽然回升，但过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入暗了，抑个拜六的透早温度又偏低。自拜六开始，强烈的大陆冷气团来，北部加东北部的温度会降真多。北台湾的气温从明天中午过后就会一路的下降。那中南部地区可能周六比较没有感觉，不过到了礼拜天，全台各地都会有明显转冷的感觉。气象局分析，这边的冷空气影响上明显的时间点是礼拜加后礼拜日。自后礼拜二开始，各地慢慢回温。不过这边的强烈大陆冷气团的水汽较弱，所以关山落雪机会无大，只可能会结冰或者是结霜。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伫去年8月份有修改穿制服的规定，开放学生囡仔寒冷的时会使脱衫，是要脱伫内底还是外口拢会使，穿好少上要紧。不过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公布调查，讲有超过8成的学校违反教育部的规定，也有超过5成的学校规定讲制服一定要穿伫上外口。天气咧寒的时阵，保暖的衫裤是要穿伫学校的制服内底，也是外口。按照服装仪容的新规定，学生会当家己决定。但是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甲一个面册专业合作台湾某一个定式做伙合作，进行高中以下保暖的衫裤穿伫咧外口的调查，一讲到1438学生来写，分布伫全台湾853间学校，发现讲有84.3%违反教育部的规定，54%完全无开放外口去加脱衫，30%设温度的限制。另外，有挂帽仔的衫、下暗巾，佮有暗巾的色水规定拢真侪，也有真侪学校会甲违规的学生记警告发劳动服务。比较常见的几个方式，分别有这个劳动服务，有学校进行记点，或者是将这个团体的这个秩序分数或者是整洁分数，用团体的方式来做扣分。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以温度限制做例，虽然教育部有呼吁学校莫规定甲遐严个。大部分的学校也是以10度以下做标准，也有部分规定是11度到15度。郭教授回应讲，会对调查搁做了解，强调学校若是共款禁止，会有相关的行政指导；若是违法，公校的校长会影响考核，私校会影响补助。当然可以啊，一规定就可以啊，很冷部里面一定会处理的。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按照统计来推测，到当也有超过半数的学校无照服装仪容的新规定。国教署15正式发文给各地方的教育局，要求学校爱检查家己的规定，若是违反，就爱修正，而且爱赶紧建立申诉的管道。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日去台南将军看沙白鱼受陷害生蛋的状况，嘛宣布行政院要扩大补助的放宽认定。陈吉仲是表示讲，连续3波寒流，农渔民的损失是真严重。后来佫出一头农业损害佫较吃力。农委会即摆用上紧的速度，让农渔民摕到天然灾害救助金。只要是去年12月30到正月初10，气温无到10度，连续10点钟就下符合补助的条件，会放宽认定。行政院卖赶紧伫旧历过年之前，甲10公顷9000块的钱拨落来，互农渔民会当好过年。前一阵寒流是一波接一波，台东的大目色蛤当咧收，因为伤寒闭气，加上最近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闭甲是愈严重，超过70公顷拢受损害。果真园即马只剩2成通收去卖，未来可能会影响绩效。台东太麻里一个大目色蛤果子园，农民透早就去办色蛤，会当看到一粒一粒，差不多1斤重的色蛤拢闭去，一丛树仔价格敢若会当采收2成左右，其他比较真严重的，农民高不离种，敢若会当等伫树仔骹做肥。这个感觉应该是它那个现在是暖冬，然后它那个马上降温，然后植物可能受不了。目前我们勘察的面积大约有70-80公顷。那会陆续再增加。乡公所表示，已经启动农灾的调查。农民讲，2016年8温级的寒流，色蛤当上闭气，嘛无比较遐尔严重。迄当阵寒的时间，敢若有3天。不过今年一波接一波的寒流，加上辐射降温的效应，台东县有半个月的时间是伫15度以下低温的环境。自本就是热带果子的大目色蛤，袂当咧寒遐尔久，造成采收期的时阵，侪拢闭气。台东县政府统计，台东县有2000多公顷大目色蛤。寒流达到位的时阵，果子闭气受损的面积敢若有5公顷，不过即马小连续传出灾情，已经超过70公顷以上。这一波的寒流真的是太长了，
所以会造成他们有一些列国是没有办法照他们预期的这个部分来去做防护。农民讲，大麦色卡原本伫咧市面上的价销一斤是780块，新疆期间价销可能会更较好。不过即马比起的果子，若袂去市面上，可能敢若剩10外块。所来阁有一波寒流，农民敢若会当目屎干咧，赶紧慢慢来减少损失。嘛希望中央会当放定制定提前灾害救助的标准，帮助农民渡过这个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动物伴就若亲像亲人共款。即马若是伫街仔路发现死鸟还是死狗，伫台中是有定处理的规则，是爱甲遗体先绑起来，若是有人饲的，就爱通知主人。结果伫台中有一个姓刘的主人，伊饲的狗仔互车弄死。政府外包的清洁人员全甲当作粪扫去处理，但粪扫桶车去烧，无照规定，即马互要求爱赔偿。清洁人员将几个大型塑胶落架带入去清洁车，不过这画面互老小姐看了真唔甘，因为内底其中一块是已被落雪的爱犬遗体。你清洁队，你本来就有一个 SOP 的流程，但为什么这外包他说从头到尾呢？他们晚上接到这种都是直接丢到垃圾桶。画面记录甲爱犬的生活过程，老小姐讲，这只白色的贵宾狗就敢若参照厝内底人同款的亲密。不过，这个月8号暗时煞熊熊无去，电话附近的监视器才发现，狗仔伫路仔黑白走，煞被车辆弄着死亡。不过，前台处理清洁人员煞将伊的爱犬直接放入去路仔内底，当作是一般废弃物。动物处表示，依照流程，应该先送往动物之家的平存。那如果是有主的状态的话，那就会因为要有饲主责任，所以我们还是会请饲主选择他想要的方式去处理。台南市去年3月制定街道客鸟遗体处理流程，依照规定，街仔若是发现客鸟遗体，就由清洁队来使用专用的箱仔，先送往动物之家来冰存。如果若是确认有晶片，就会请主人来处理；如果确认是流浪的客鸟，就会委托宠物性命纪念业者来处理后事。环保局表示，疑似是违法抢箱，无清楚处理流程。应该是没有跟包商告知放的地点在哪里，那包商可能就按照去年3月以前的做法来执行。3月以前的话，他们都是被当废弃物来做处理，是没有错。台南市环保局表示，外包车厢无依照规定来处理，除了就要求加强落实处理流程，嘛依照合约来进行求偿，避免类似的状况再再发生。记者台中综合报道。社会主体租金爱偌济才合理？今日有一场公听会，民间团体是表示讲，政府在推测社会主体厝税拢无规定，嘛无标准，嘛无咧看大个人是有财条趁偌济，收入偌济，才会造成连补助拢无公平的现象。前日台北市明伦主体出现44平3房型，一个月租金超过4万块，引起外界质疑租金伤悬。到底社会主体租金要安怎定才合理？早起立委江永昌、龚玉琴邀请民间团体甲专家学者共同召开公听会来想办法。造成这么大的争议，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坪数上面，在过去只有针对主建物坪数做控制，那在附属跟小工的部分，在规范上面没有特别规范。现在的租金设定基本上是跟用市场行情8折或6、4折这个做法，应该比照全世界基本上大家的做法，就是你的所得是什么分位的，我的租金就是定什么水准，才能够真正落实我们民众的租金可负担。民间团体表示，就各国的经验，社会主体租金的定定，基本上就是伫咧会当负担的租金。伊的精神就是厝税支出无应该超过这个家庭的收入一定比例。国际较普遍接受的标准是30%，若是伫咧台湾，政府推动社会主体较大，一直无真正回归会当负担的租金这个原则，是中央甲各地方政府家己有所谓的一般户市价拍规则，弱势户搁拍规则，租金的设定欠缺合理而且一致的标准原则，佮加上社会主体租金无有效，甲大个人的收入联动，才会造成补贴效果不公平。地方政府反映，对于原本已经接受补贴的这一些民众有一些这个金额减少的状况。中低收入家庭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把它独立成一个集聚，对于低收入这一块的补贴呢，把它加大。民间团体认为，针对会当负担的基准，在2016年的主体法修法当中都有明文指出，政府2年内必须设定会当负担的基准。不过实际上到当时一直无公布，造成真侪弱势住户真无简单申请到社会主体，所以也是因为租金的问题来放弃。内政部是表示会继续联动式的检讨。记者综合报道。
迎接春节，婚林斗六太平老家有钓亲子为彩绘高压顶，要增加过年的气氛。安尼好是好，也毋过因为5月10色花高高，有民众即马就怨叹讲，要找青红顶是真吃力，惊会出车祸。公所表示，有收到民众的反映会去改善。来到云林斗六市的太平老街顶面，挂满5月60彩绘高压顶，为了要迎接春节新年。斗六市公所在太平老街和福德宫附近的街路，挂将近万个高压顶，吸引不少民众前来翕相。但嘛有民众反映，有一寡高压顶砸到青红顶，恐惊造成交通意外。我也觉得就是会比较看不太到。可以把就是红的那个把它拆掉就好，其他都是留着，就可以把那一段挡住的拆掉。斗六市公所表示，这个彩绘高压顶，拢是由斗六国中和国小学生手绘完成，希望挂在老街顶面。和民众行出户外，感受过年的气氛。但现在有民众反映有交通安全上疑虑，公所马上来改善。公所我们目前针对那个民众说针对遮到红绿灯的部分我们已经调整灯笼的那个数量，已经把那个红绿灯那个前后排的灯笼把它给拆了，然后让那个红绿灯能让民众看得到。斗六市公所表示，高压顶的布置工课目前搁咧进行中，但接到民众的反映，已经请厂商搁调整位置做改善，避免造成用路人的不便。主要是要让大家会当提早感受年节气氛。预估这个高压顶会展出到3月15号。记者向为您报道。来关心新北市洪城港有民众甲脑性麻痹的囡仔藏伫厝内，因何有一个50多岁姓张的好野人，甲伊11岁有轻症脑性麻痹的孤囝藏起来，无互伊去看医生，嘛无好读册。新北市政府即马已经强制介入安置这个囡仔。从来没有上小学过一天都没有。好，那么强制的跟这个社会呢做了很大的隔离。孩子的这个，因为他现在其实已经12岁了哈，但是我们就是初步的评估呢，其实这个孩子没有到12岁的这个身心发展的状态。只要他一入境，就会再启动就学。那这个个案是这样子，发现他入境之后没有再出境，所以就是持续的追踪他来上学。这个姓张的查甫囡仔身高是无到101公分，体重敢若19公斤，住伫环境垃圾，厝内阁暗扫扫，连电火拢无。社会局的人员是表示讲，囡仔的老爸无爱互囡仔读册，超工甲囡仔的户口刷去屏东，硬装入去迄天寒流来，敢若8度尔，囡仔敢若教一领布被啊。社会局即马依法介入，要安置这个囡仔，嘛继续甲囡仔的老爸参详，讲做人爸母毋通安尼生。去年一当受疫情影响，社会福利团体的募款拢有减少，当时净基金会去年的募款减2成。若旧日过年要到最近这3档因拢会举办募年菜的活动，今年嘛决定讲要照常办理，互弱势家庭会当感受社会温暖。家里也拍开西仔头3杯鸡顶顶3菜1汤的冷冻食品，摆甲甜甜，这拢是当时净基金会的年菜礼盒。我们基金会的一个募款大概掉了2成左右，那我们的譬如工厂爱不啰嗦也大概掉了2成，跟所有的卫生部或跟这些学校来做配合，然后除了给这些弱势的家庭之后，我们也给受灾户的这些民众。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真侪行业都面对着经营的困境。根据劳动部的数据，全台湾减班休困的人数，伫咧6月份捌超过3万，创10年来的新高，嘛连带影响到民众的经济。社福团体的募款嘛普遍降低，毋过基金会也是办年菜募集，要送予身心障碍、中低收入，阁有受到疫情影响的家庭，和全台湾的启智、启灵、启聪学校，阁有大埔市的部分学校，目前累计有7800块。我们也会请学校做调查，然后他回馈给我们的话，我们就把它统计出来，然后我们跟唐氏症基金会做最后的整理。我们募集了经费是大概16万8千块钱，是这些是全额捐赠给我们唐氏症基金会。今仔看大埔市总共每校7间公立高职甲5间高中的特教生清寒家庭，希望伫咧疫情的困境当中，大家也是会当温暖过年。记者综合报道。云林仑背草湖村人口有上千人，所以一直拢无一个活动中心，互居民会当直接运动、唱歌、泡豆。大地正人的造丛之下，有争取到草湖集会所，嘛已经正式启用。
苦苦等待这几年，云林仑背乡草湖村的集会所落尾正式启用，居民来参与落成典礼，现场的气氛是真热热。就办了有成功啊！就来跳舞，咱就来学啊，安尼啊。袂歹啦，真好，真好，等10几个啦，我就来遮运动唱歌，为在老爷安尼开讲。仑背乡草湖村的人口大概有1600人，不过煞无活动中心通使用。透过乡公所和云林县政府的协助，这间草湖集会所总算完工。以后民众就好通来遮聚会开讲、运动，佮有唱歌。这村民期盼真侪年啊，终于完成咱草湖的集会所。这个集会所会当带动整个这时代一个好的活动场所。有集会所，居民会使伫遮举办活动，甚至课程。尤其时代真需要一个交流的好所在，开讲生活。以后要讨论代志也更较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来看，即马会晓讲台语的少年家愈来愈少，烦恼补给会消失去。即马有少年家设计台语文创商品，希望互边边是少年的职员会当了解台语深色的所在。专心坐伫电脑头前的阿东，当咧思考后一个台语文创商品要安怎设计。放伫桌仔顶的，无论是锁匙、圈仔，还是台文衫、帆布袋啊，拢是伊的作品。阿当想要甲台语文推广互更较侪少年人熟悉，伊认为上紧的方式，就是用现主时少年人上喜意的文创商品来成因的吧。我想要透过无共款的方式来推广台语文。平常时我是伫面册，会做一寡字卡的方式来推广台语文。即摆我想要用透过设计一寡文创商品，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互台语文行入咱的生活当中。为着互商品会使更较有路，当更甲工作室合作，以6万个人做主题，设计迄个文创商品，卖伫网络顶悬，甲大家分享台语趣味的所在。大家对阮商品的反馈甲期待，有一寡朋友感觉讲，阮即届的主题对网的人袂歹，因为会当反映伊的心声，而且甲台语文化即件代志视觉化，变做台语罗马字即件代志，因感觉足趣味的。一般的民众看到我的商品，可能会小可毋知要安怎念，也毋可我一支一支甲加工，这要安怎讲？而且呢，像阮这衫边仔嘛是有台落，嘛有台语的罗马字，会当透过甲伊甲讲台语会当有汉语。会当书写，会当有台语罗马字来书写，而且透过台语罗马字会当知影讲这个字要安怎念。阿当讲，无定着后一代无台语嘛会使活了真好。毋过咱失去的毋干那只是一个语言尔，是更较深一层的文化。希望台语文化会使久久长长继续传落去。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外岛无焚化炉，本所拢爱用船送来咱台湾本岛处理。毋过，若是变到观光的大月，本所就会大大增加。送来本岛处理其实是治标无治本，爱减少本所做好回收较要紧。清早3点外的龙文渔港，吊车甲货柜扛起货船，货柜装的毋是物资，是偏乌的本所。日时货船到高雄港了后，本所会送到公山，或者是人武焚化厂烧。无焚化炉的偏乌，所有要烧的本色拢得爱漂流过海。东北季风大的话，风浪大，有时候船就没有开，那下一次的量就会直接增加，一起过来。甲本色送本岛来烧，爱看天气，佮爱配合焚化炉烧的量。毋过上大的问题也是，高雄对2017年开始要求本色烧出的物件送回去原本的管区。这地属偏乌处理本色的成本加买3倍。底渣回运处理的一个成本的来讲，其实老实说是比代销的费用付出的成本还多，加上后端的一个转运的部分的一个底渣的一个处理的部分，我们整共的一吨垃圾的成本是要6000多块。车人倒烧本色的管区，只有是接受这个条件，不过因为处理的成本相当，本色佮歹再利用，偏乌就要去环保园区解决问题。针对这点，环团介绍无啥认同。今天焚化炉来了，感觉好像解决了我们现在的问题，可是我们现在的垃圾其实在分类上做的没有不够确实。那这些如果是厨余或可以烧的、不可以烧的，通通进焚化炉里面，其实会制造非常大的垃圾问题。
若是澎湖，真侪发展观光的离岛拢无焚化炉，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各路的人丁地属离岛的本数大增加。澎湖、小琉球、绿岛几个所在，这几年也拢有咧推动加设饮水机，做环保杯啊，这款要减少本数的措施。饮用水量已经用了大概330公吨。那以330公吨换算每一瓶我们600毫升的一个保特瓶装水啊来讲哈，大概是50万瓶。手机扫 QR code 就通免费借环保杯啊！小琉球除了加设饮水机，互人抵水，也含在地点头推出流行杯，对减少塑胶本数真有帮助。澎湖今年也跟对这寡措施，绿岛这边是有咧推动，和游客倒炸塑胶公仔登去台湾的方式。帮忙绿岛的居民带一点垃圾回去，能帮忙就多帮忙，让有更好的这份环境可以传承给下一代。纸箱内底玻璃干仔满满是，为了避免危害环境，环保团体把干仔重新制作，变做底物件用品，送予倒扣本数的职工和民众。生活上的东西，我们不想要再让它变成垃圾，对环境也好，对开采人也好，那个危害都是很大的，绝对不亚于塑胶啦。本数上本岛处理是治漂无治本，要减少本数，要是要靠大家合作。政府、民间要共心，守护家园，卖互本数变作是离岛的光景。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来看下半部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5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是18度到23度，外岛是11度到18度。感谢乡亲收看公视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下礼拜一下晡3点，咱再会。